告诉自己，我们要坚持到底，我的梦想才有成就的可能。好，接下来这个方程式是这样子。当然我刚刚讲，当你有具备专业能力，你有很好的人格特质，而且你的理想抱负三者连在一起，它都有正相关的时候，它就会呈现。我说了，你的伟大航道正在前进。那在座伙伴有一个狐狸练声，那老师学习历程这件事情到底扮演什么角色？学习这件事情很有趣。我刚刚讲，东堂你在连这个方程式的过程中，你会觉得原来我的能力不足，所以我必须要学习。我的人格特质不够刚硬，我的人格特质不够柔软，我的人格特质不够纤细，所以我要学习。我的目标不够明确，我不知道我要的是什么，所以我去学习。所以学很好，好，